后来，这个花莲有上新的消息，咱随时来报道。继续来到宜兰，这个宜兰的风雨较停了，恢复正常上班上课。但是东山乡武延国小附设的幼稚园有真侪困地啊入水，根本无法度正常来上课，学校是紧急停课一天。另外，这个五吉乡的利德西路附近还阁咧淹水，还阁淹到骹目，安尼一大片的水，根本都看无倒位是田地，倒位是道路，啊若拢做不，拢总泡水。眼前的情景亲像海，过去直到13号，就算风台警报已经解除，依然五甲利德西路热水也袂退，是路也是田，拢付袂清。现在记者人所在的位置，它这里其实是一条道路，但是呢，道路的积淹水是已经来到了记者脚踝的高度。本来眼前是一片稻仔田，即马农作物拢无看，行较远咧，附近的大众一路嘛真惨。这只好天哦，好天哪迄落吼，这会烂去。咱河旁的时，84岁阿嬷较紧来田里巡视，结果种的菜色菜头拢泡水烂去，损失1000多块，有够无奈。上家来，搁喊呼叫的，无怎来，无法哩。我再去无好，讲叔叔甲看者。虽风风雨已经过去，不过灾情也未结束。13号依然恢复正常上班上课，不过在东山乡武园国小淹水关尾100公分，幼稚园内底囡仔困地啊碰成马龙淡糊糊，只好停课整理。都已经湿掉了，先将今天要上课的教室先行整理出来，然后能够让孩子今天很正常的一个上课。好，但是幼儿园目前积水就是还没有完全清除，所以我们今天幼儿园是停课的状态。另外，伫所有电工所要求民众无厝通转去，现场安置19个人，想要转去提药啊嘛无法度。工作人员只好紧急派人到罗东协助处理，灾民敢若希望生活较紧恢复日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